伊背面啊，伫个厝骹里骹，所以背袂悬，啊个看，所以伊脚就是迄个悬内底。啊，你若背愈悬吼，讲迄个悬就大；啊，你若背愈低吼，迄悬就少。啊，迄看来讲，伊看来顶悬看来足大诶。啊，迄是根据你个高悬度，啊，然后咱看你个悬。啊，你愈悬的悬伊愈宽，啊，你愈低悬伊愈少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啊，假使讲个理想若愈悬，你看的物件咱就愈宽。哦，啊，你背愈悬，看的物件范围愈宽，所以你的意识就愈济。你想的物件别人交别人无同。啊，你的决定的代志交别人无同。哦，你看远来咧决定代志，啊，甲迄个看近来咧决定代志，伊逻辑吼完全无同，对啦吼。所以咱人的成就就讲吼，伊有理想、抱负、抱负，哦，有即个理想，有即个抱负，安尼个，哦，伊做个工课就交别人无同。咱即条伊个认真，来咧拍拼，伊个养成，迄无共个时间个利用，啊，甲迄个时间个把握，啊，甲迄平常完全无同。有个人是讲话，咧过时间诚伤心，啊，有个人咧过时间嘛是做人善，是根据你个理想、抱负来决定你生命个价值。安尼今日，咱个理想就对啊，咱是要改革城市，咱是要把咱心中个将来来讲，这是理想。啊，理想甲现实，咱个现实，咱个现实面吼，咱个能力、咱个智慧、咱个体力，拢无够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就讲要安做，无会够。所以咱下尾时阵来讲即个资源，而且就迄个海波即个点。来咧讲迄个追求理想，追求理想。啊，你追求理想诶，就是讲吼，毋是用口号来当达成，你要用骹，道就是用头壳去想，啊用骹来实践。所以伊诶右手边是头壳去想，啊伊左手边是用骹来实践。啊，道是真理，用头壳来想，啊用骹来实践，安尼就是真理。讲头壳交骹诶配合。安尼才会舒适，啊，会舒适。所以咱人吼，拢有理想，但是无现实面拢毋知影要安怎去做。知影讲我要赚大钱，啊，知影讲我要过好生活，但是你都无拍拼，无认真，无用心，无抱负，啊，无迄个关度，无迄个频度，啊，对人生，即个啥呢？无迄个中心思想的价值。咱若是要中心思想，咱个价值嘛走袂出来。啊，若无中心思想，迄个价值就走袂出来。所以要追求理想，咱做上课吼。修道处在滚滚平常，行接外阻挡，一定目标身边志愿。毋惊不为名利心烦，受苦愈济，辛苦愈大，车管我用应用，我生活心间关键，积极了原谅啊！这第一趴，这道理是讲的，咱会使讲重复咧讲，我只有刚就讲过物件，拢是重复咧讲，重复咧讲，嘛无新的物件人讲，讲说嘛足艰苦讲的一样，讲叫咱人讲过，该讲拢人讲过，家己嘛无讲，我要哪去讲人无讲过的物件，这足困难，足大，所以在遮吼，足压力真大对啦。啊，恁坐伊较轻松，我坐伊较艰苦咧。有咱个话是好无？讲书也本身比你错的对啦。我毋知影吼，有即阵的讲书，我毋知年前拢无困，我想讲要哪去讲，教老将，专的就用准的用，专的用教的，教无接的，准的准迄个物件出来咧。所以毋是吼，咱就看伫遐物件惊，看伫讲着惊。该讲的物件讲着，有今日真正去了解这个物件吼，足简单。网络时代吼，咱要了解这个资讯，了解这个能力，足简单的。所以咱而且讲无有人听，若是讲比人较好，所以而且压力愈来愈大，所以讲书愈来愈难做。就讲工作愈来愈难谈对啦。你讲讲吼，要趁钱嘛，无好谈工作嘛歹谈，你大人歹大啊。
生存歹生存啊，所以这看同就做简单，所以比趁钱更较简单。啊，较早人讲一句话就来记住啊，什么讲500啊，要请人来听嘛，歹来听，实在讲起来是无道理，实在到这时阵做歹办。实在讲起来，经济稳啊，道理嘛稳啊，咱拢稳健，啊，道理嘛稳。啊，所以今日若是讲师讲过，师祖讲过，迄个开放讲过，是咱讲过，啊，互我搁再来重讲。修道处在滚滚平常，咱以这个现实就是迄个滚滚红尘。迄滚滚红尘就是啥呢？酒色财气，金钱这是这个红尘命伊这个红尘是咱是咱加滚的对啦，加滚。所以咱若目睭底就是爱钱，无钱就生活，无钱就生存。所以若讲到钱就厌气，若讲到钱就大家拢无情义啊，无情分嘛无情义嘛无情义啦。讲来迄个经济，大家摸甲咧想，回头来甲，一样诶。所以大家都拢为了钱咧伤脑筋，为了经济伤脑筋，为了生活伤脑筋。尤其即摆社会未来一定大家拢安尼做艰苦诶，趁钱是来做简单，所以滚滚红尘，大家为了即个钱安尼无用甲头面嘛啊，是做艰苦诶啦。有咧换手头诶人做艰苦诶，无咧换手头诶人较轻松。你看你换手头换手头好无？有好无啦？我若讲阮爸娶好了，我若讲阮爸讲伊无要换手头，无要换手头。迄阵也无钱讲工去人买物件写就对啦，衫工写就对啦。即摆写袂了，阮阿公伫厝，阮老母拢去做工课啊。即摆是阮老母无地钱，阮阿公买米糜啊，买迄种诶。迄时仔袂清讲买鱼啊，阮阿公阮老母无地钱，阮阿公买米糜。什么讲阮老母来甲讲写。我若讲甲阮老母意思就是讲，若无钱卖食，若无钱卖食。因为我讲莫讲写咧，莫赚人个钱诶。所以这是真诶，咱真高兴，搁比一个较艰苦，有影诶，比一个趁钱较简单，搁聊开，搁聊开钱较钱较简单。所以真大家特别，所以真道理咱毋卖去啦，大家拢无闲，要进来做道要进来生存无闲，口头禅，无闲一句咧就改掉啦，就讲就莫来啊。愈无莫来，感觉愈袂应做。所以这个修道处在滚滚红尘。毋惊接外阻挡，安尼这个阻挡接外是咱个心无明理，所以接外就一个阻挡就一个。咱个心若无明理若无迄个使命感咱个接外阻挡足侪。譬如咱人无修道较要大，做工课较要大，无来道场，咱较要就是特别，就是咱特别。业力就是咧阻挡咱，咱个心思复杂就是咧阻挡咱，咱人斤斤计较嘛咧阻挡咱，咱人想不开嘛咧阻挡咱，办袂到嘛是咧阻挡咱，所以阻挡甲接纳是心的问题，是天赋的问题，是伦理的问题，是意义的问题。所以咱讲明讲在世间不如意的代志，8、9项，这个8、9项伊大家都拢有，大家全部伫咧行，大家全部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咱生活讲，这个世间叫做空因的世界，叫做所伴的世界叫空因，嘛叫苦海，这是叫心意心，敢咱人心相对复杂，你看字相共，看字足轻的，看道就足轻的，看字足重的，看迄个现实的足重的。所以这种毋惊接外甲阻挡，所以今仔有伦理、有智慧，咱咧接外就少。咱个阻挡就少，其实接外甲阻挡毋是你讲歹意就好，而是面社会环境拢是接外甲阻挡。你接无我，我接无你，你阻挡我，我阻挡你，我袂惊兄弟姊妹头家心，这是咱互相接外甲阻挡的这个环境是一个业力的环境，是一个纷乱的环境，是一个社会的环境。
是一个计较的环境，是一个为了名为利的环境，所以政府甲主动拢存在。啊，你毋通讲我无爱面对遮物件，其实你愈无面对遮物件，愈济，你愈面对遮物件愈少。只要做人就是一直遮物件，你毋通讲无遮物件。有时啊，某接完翁接完某，啊，有时啊囝互相，弟仔囝兄弟姊妹，头家是安尼互相接过来，接过来接过去，主动来主动去，拢是生活一条。哦，这物件是讲起来，咱逐个依靠我来讲，咱毋通惊，啊，你要看，看阮遮物件到底是比啥物班，啊，你个伊用啥物来搞比，你用这个来比，啊，你个事实是安尼哦，你是想法无共，看法无共，就对无共。哦，啊，伊个是迄个变多无共，啊，人太相共，啊，想法无共，想法无共，角度无共，立场无共，啊个制度无共，想法无共，年食无食，囝食幼儿，安尼厝诶呢，这个是问题啊，啊，会通斗久诶。然后如果爱叫我大哥请，啊，我大哥要甲叫尔，如果我如果讲我大哥后摆拢唔去，摆更一世人嘛去，再来要甲叫，安尼就袂必要，你话想看嘛？我听是一样的，哦，啊，你见识这无做到，所以这是足相对小家咧，在意别人无在意家己，你若在意别人，你就做艰苦；你若在意家己，袂艰苦。你若做重视别人的话，哦，啊，你就会艰苦；啊，你若讲重视家己的话，啊，你就会艰苦。哦，迄是一个是种，一个是种安尼嘛吼。啊，捌道理又是你用道理来要求别人，是用道理来要求家己。啊，你若道理要求别人，你就艰苦；你道理要求家己，你就做艰苦，你做啥物事？差一点点工。啊，这里面甲你免去，你免去杀，有代志，你较使。啊，你三愈济，啊了解愈济，你低愈济安尼嘛，啊你若无了解，啊你三毋对，啊你就愈拖。哦，所以呢，一定目标先天地，迄个目标较志向就是一个目标就是啥呢？事业将死将，啊志向就是迄个死。哦，我你问我事业将死，迄个目标叫做将，你要做代志，你一定迄个目标就是将，看着将，啊来做头仔就是讲志向所在的所在。哦，大处招远，小处招守。迄个招守就是迄个志向跟你招守的地方，啊，那个叫经营下场杀对，立足在对的地方。啊，你若无输，你无法会强调，你还能做指标。我就毋知你，我就毋知你对啊，啊，一请学使，你使对啊。我若想我若要去对，我会知影对，不过我对，使我对。所以我平时讲我睇操作平常去做啥，啊，啥我袂使，啊，使个海边，啊，使对，啊，中国卡势，使个公园啊，找卡线就对啦，卫星就对啦，卫星安尼啊，这是目标。哦，所以做人即个来讲，我即个讲无目标。我讲一个做艰苦的，我做袂好个，你若要做，你做。啊，你讲迄个我做好个，我你来就艰苦。泡茶起来，简单呢。啊，你是个袂使伤困呢，你伤困袂是困袂去，困袂去无艰苦，你敢知？哦，无代志困落了，像我阿母嘛，昨日肚饿做肚嘛，阿母，我你食饱啊？我上早起来3点就食饱啊，暗暝3点食饱。我3点食饱，我伫咧坐公司4点多，我咧先无，我先人大咧开始喝喝。我伊较生啊，讲气对啦，你今到要困过，你若4点外，你到4点过4、5点钟呢？来啦，你听讲到无甘淡来啦，你紧啦，我招起了，南来了电话都电话先，我电话就是有看，你较袂算命可袂啦。哦，你靠袂了就对啦，你靠袂算啊就对啦。所以今日咱人你要了解咱若爱当较袂好，袂当。
讲较前咧比较少对无？不为名利心恶，迄名利咱死死，即个恶就是讲伊死恶的。伊个做所面是死恶，迄死恶就是讲伊个思想，拢无遐名利内底来白死。哦，恶就是讲伊个名利可能咱心会重大，所以恶伊个叫所面是帮就是大，足大，互我心足大安尼。啊，伊思想就是贪，所以名甲利来白死。名甲利感觉是要来分享的，名利甲名两是要互咱受的。你名利的定义遐三点，就是咱爱无名无利。这个名就是你生活伊个条件，利就是你生活伊个啥伊个资源。名就是生活伊个条件，利就是生活伊个资源。咱若无名利，咱要生活。名就是地位嘛，对你公司上班，我是啥物款的位置啊？名就是迄个位嘛，利就是迄个资源啊。所以名愈大，对资源就愈济。名愈大，你负担就愈大，你所创造的价值就愈大。你名就是一个片段，利就是一个能量。你两项物件拢摆就是一个利，毋是对当对无，是应该应该。咱讲生就讲毋茫名，你较袂应该是看啥物生意，你有啥生意？啥物甲你生？你讲了死出来讲，歹名歹利，是名利是一个啥？是一个你应该发现。咱现实的物件是安尼讲，现实就是安尼讲。无你无钱，你来烦恼个，对不对？烦恼假啦。你行下都无钱，咱嘛你着靠创个大。哎，讲你看会对啦。就是讲你免甲伊个，用会着是，你名用会着是。就菜多些，但你若去啉茶，食就有做，你若食较有做。毋通惊后名利，即个请名利的知识，名利的位置，你要放伫啥物所在？即个名利的位置，你要放伫啥物所在？爱顾不顾，顾不做，不做到不到那个，对不对？讲干顾不做，顾不顾的，干顾不做，无顾不顾的，干顾不做，顾不做，对，中中餐很过去，爱较袂去依靠人，依靠师。所以咱人爱家己创造价值，你着毋免依靠人，对不对？一个女人，一个查甫，咱要创造价值，家己爱来。毋是查甫创造价值，女人就创造价值。两个人爱创造价值，叫做夫妇同妻。是讲某咧依靠翁咧依靠某个，然后伊互相依靠啦。你讲啥人依靠啥物人啊？是毋是？两个人爱创造价值，叫做分工合作。咱习惯咱这无想过，咱是第三方，因为咱爬头拢爱饲咱良心。你一个人上班讲好，你无靠啥个？你地方要饲良心呢？咱地方饲良心，咱地方要扩大咱要第一个新闻窗呢？有是讲良心要饲地方，前面歹势，前面做无法心啊，咱遐机会较敢脱着，地方人敢脱着，结婚啊，做无法心就对了。所以讲，你去就真正要做人就做好做大家中心地方就咱做团队，中心互地要饲，就是囝饲老爸，讲你老爸饲囝，有理。饲老爸饲囝就不是老爸啊。若囝饲老爸就，人讲头摇手人讲你要拍算的是头手送啊，我伫遐杀手丢头章啊。是安尼伊个是安尼嘛你一个来，讲问咱啥个讲你无啥样啥？我讲我能起这厝，我讲电我能起较济个。我讲你当日钱要就这个来。当日你听70万呢？你去起我心中开几万呢？你电个固定费用开多1000万呢？钱要就这个来。你看到内底咱几个是想赞，有赞的无？
家己问，所以家己来讲赞成啊。赞好，好，赞啊！好。辛苦愈济吼，啊辛苦愈大。迄受苦愈济，辛苦愈大。迄受苦就是讲要去竞争一下你的意志力。咱人若讲开开是安怎样，咱就骹尾屈的，啊是，吼。咱若行着路，若咧屈，就较啥物？生囡仔拢去，拢啥个，拢要去外口咧耍对吼。啊，外口咧就无，咱无啥物脚嘛，啊嘛无迄个找我路，咱无嘛，咱国公安尼无。啊，国公安咱若有迄土较硬的，啊，搁落公安较济，啊，你行落会出倒咧？啊，你咱行安怎样？无迄个股票，啊，是安尼，干卖，动来安动来对啦。啊，你头尾爱亏的，啊，股票要动落，安尼就知啦。当时受苦啊，有一个人话，咱经用，搁加稳定，迄个之所以，哦，人讲哦，偏向大的因素，一些科技升级，科技升级。伊经迄个科技升级，就是比如你知影讲，咱的意志力爱不爱写出来？所以你看你受苦愈济，人讲你辛苦愈大。咱人赢就赢意志力，人相共也是意志力，意志力。所以这个意志力就咱话是咱人的核心，上紧要的核心。啊，这意志力对迄个环境的苦写出来。所以你安尼受苦，你无讲，你无讲啥物，你无讲，你愈有讲愈害，你愈有讲愈害。你囡仔你受苦，人安怎你爱欢喜？这囡仔伊无人感觉可以，你有讲。听他亲像上面亲像恁大个，囡仔爱无食到苦，伊较会知影珍惜。囡仔若无食过苦，是对伊较疼，伊后敢害。有一个，那有一个。啊，你只能讲是那种唔甘啊，唔甘，你那讲唔甘啊，惊人，你死，点样呢？你就冇，所以阿尾哦，伊讲嘛讲伊少年人口无变，我讲你搞啥？啊，伊做搞啥？伊安尼哦，真正是死，咱做人讲。今年咱哦，20天哦，我唔敢无，我无你先唔敢开始，啊你唔是好。我讲你开始，你当保养业绩要是保养身体，你身体若保养健康，我就所以啊对太嘛，对我种鼓励开始，哦，老完了，哦，所以受苦愈济，你辛苦愈大，所以人讲爱先苦，但不是先甘。咱人讲咱哦，你食愈老袂使愈艰苦，你食你愈少愈艰苦，食愈老袂使艰苦。你毋愈少的吼，对我较食袂啦，无食到无本钱的艰苦。你少的艰苦都有本钱，食到本钱的艰苦。我哪有理？有理无？啊，你老人钱无囡仔，有影着无？慢慢随便手啦，嘛囡仔甲你退去互伊啦，我使家是家了了。啊，伊若艰苦病，你啥物叫我？咱讲地位啦，更多啦。我做者老人，我出名的哦，是啊，怎么是那样的呀？我要你别我，你别我，哦，你莫我啦吼，啊，你是这少年，这搞个啥少年别紧，搞个啥少年别紧吼。所以交往我用英语，我们在调这个财色名食睡，酒色财气。迄个财色名食睡是魔言，消化这个魔言。咱嘛，迄个魔，迄个啥个，有迄个财色名食睡，咱个死，你笑我，迄个物件你爱善用，你爱用伊，你嘛好用，你爱用伊，你嘛好用，安尼听清楚无？你莫好用，安尼你就做徛的，啊你若用伊，干嘛你就徛伊？你是用徛，还是徛伊较好？你想看卖？这无简单的代志吼。所以人讲哦，迄个五行啊叫做财色名食睡，财色名食睡，
咱对这5项你考对嘛？就是爱情，就是爱惜啊，就是爱苗，就是爱教，就是爱德，那无参考的。哦，啊，就是爱名啊，到尾讲，因为要死嘛，就想要去照顾我名嘛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即做一个大头家，我安尼袂有一世人，嘛是袂知啊。迄物件这物件，伊个家己钱伊，所以就你爱中用，爱用中用太难比喻。我适合生活的关键，最主要的嘛，咱今日讲个3个，就是讲是即个生甲感这个关键，这个天时应运，这个天时应运这个关键，就咱咱你个三个这个枢纽，这个重点三个，你要把生命啊，这个生死看就是足重要。啊，若说假是艰苦，咱嘛出是哪会来啊？啊，佫来嘛较快活，嘛遮艰苦。啊，是讲来拢艰苦，拢艰苦啦，无几款。切到生活，啊，最主要个咱要讲嘛，个人来讲嘛，这是啥呢？就是这个野马嘛，用个休息通花啊，通花啊，花会甲你安讲啊？花啊。喷花啊，喷花啊金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个没啥事实啊。喷花啊金哦，南边必论死亡，也好无聊变的宽恕啊，选的对啊。悠悠而有曙光，生如修道看暗时，一心追求理想。我与他人是一样，也终结自调，这种较简单的题哦，关于迄个人啊来面题啊，食，大饼食对啦，大饼拢能食，大饼拢能食，伊是迄个话啊，甲下边啊，甲迄个食。啊，有啥你个你个若假使讲咱人哦，近距离来生一般，你近迄个源头你就有味啊，安是啊。所以今日你两个一个人哦，要好到尾歹，你要选择，要选择，你选择比拍片较好。比如讲我选择你是对三观头家，你是对三观好的头家，你毋是对三观，也是对三观好的头家。你是毋是人是计三观的好案？你是要带是带囡仔，毋是要带女的，是要带一个啥呢？会当帮助你的啥呢？太太，你选择一个。啊，你通两个优势，即个通好足接近的，但是今日咱人过着迄个安逸的生活，迄个安逸的生活是足不一样的。若讲生理要阮属于安逸嘛，咱人迄个安逸吼，有咱人心灵朴实，朴实对吧？所以有福报人就爱欣赏原因去谈好诶。若讲福报大招菩提，伊谈好啊，食好、穿好、做真好啊，伊较诚心意诶，较诚世间诶好，较诚世间诶好。所以今日恁吼，对命内底人家命理来讲吼，有财生咯，人讲财呀生咯。财呀，讲财，钱足济伊个人，伊一定爱一个幸福约，安伊保平安，安伊袂有伊做歹代志。啊，若较足有钱，若身体佫较惨，伊会去抢约，会去背对，会去做歹代志。反正就是做些土豪，你若是做好，若是有钱啊，做出来代志出来。啊，伊若假使有钱，啊伊幸福约，啊伊就较有办法。伊个爱比就是，所以人讲。好内底就袂歹，安尼才会保平安。好内底若佫到佫足好，拢无歹，安尼不要。所以今日你讲咱若会使过足安逸的生活，你安逸的生活，咱人吼会朴实咱人的心灵，袂使玩物丧志，为啥玩物丧志？因有条件，袂当玩物丧志，是不是？所以今日无了解人生的痛苦，无了解人生的艰苦，无了解人生伊的宝贵，人生的价值，所以真是福报大。
啊，即些安逸你毋敢受用。所以毋知过去的大菩萨，拢敢去出世伫咧保野后面的所在，所以伊今也是，阮更多的所在。所以今日伊中间话，咱一定来了解，世间的物件到底拢是好甲歹，好内底有歹，歹内底有好。所以今日伊莫讲咱歹，咱歹内底有好。你若看别人好，伊别人好内底有歹。所以世间的好甲歹，咱咱是心里变化，是天道地位内底去选择。所以今日伊中间话，咱有到迄个地位里面，咱讲安于现状。咱啥物款环境做，啥物款环境的工作，这个所谓。这是可以。而且这安利里面做中国南地百问四方，第三条，也是也叫台。咱南方人假使讲话，对咱安利的生活，毋知影是讲，伊福报相信了，咱就叫三。所以今做一个土啊，做一个富二代，迄种到乡咱做一个，啥物讲话，南边百问四方，接受。所以是叫慢慢大家应该清楚啦。所以用心性，你用心性慢慢哦，你爱心性你家己安排下好，我想下好，嘛应该下好，但是咱咱用心，你真个无路用你无啥物帮助啦。以前在老伙安尼啊，学生作用老伙都是无食饱，就是食较少数的安尼。所以。也好无两边一欢喜，讲咱人爱立身行道，去外口安尼拍拼真，像咱今天去国外开放的人真容易，好无两边一欢喜。咱今日去到国外足艰苦的，环境啊、地理啊、语言拢不当相同，真容易好相同。去到每一个所在，咱拢当去做阵个大家生活经历谈。悠悠傲游四方，即个是讲叫咱人跟咱人为着生活，为着生存，为着咱迄个啥，为着迄个命，伊中间人白死的了，白死的，白死的。即懵懂了解啊，甲会好中间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，去比较互人听。咱自由自在，就好是自由自在啊，咱咱命伊嘛就自由自在，咱要是个有咱。有真方面，咱个自由自在，是心境的问题，毋是物质的问题，安尼嘛。这物质皆较少是你精神的福报，你莫要求，你莫贪求，你莫求过分，你莫求你是今仔日可以做，就是精神进来，你今仔日精神进来，毋该是即时用来的，你以为是用，毋是来执着。是用，毋是执着，用甲执着无共，执着就艰苦用是意义是用你精神福报，个世间走是平安的，迄个资源福报迄个资源，你用了这就是你精神嘛。你莫讲人讲今日你人可能人可咱毋是人驶飞机，人家己驶一飞机去到美国啊，一天开要过600万，安尼。但是咱去美国驶一天，2飞机开过600万，才4万几块。人感觉是应该，人民嘛是应该，所以在这方面上，大家要当推荐，非常有价值，咱家己做咱家己以为通过，咱话咱会通过以为好做，咱就好做。所以爱有迄个农家甲伊好是比较难，好坏，伊好甲歹地方就是咧农家甲伊会好。是咱听，你听。你进去听的，你绝对听什么听？这个我有听过，我嘛去重复个讲，增加记忆啊先由小科看淡虚幻，虚幻就对了。世间的物种虚幻的，你甲是讲，你有共看虚幻的，一个病人，我比较一个物件，是做抽象甲做虚幻，一个病人，大家拢调配有病人。斗阵做伙，医生会甲你问讲，你有较好无？即个护士员你毋食药无？即摆隔壁阿兄嘛是看病，死就人看病，你看病，你有病无？你有病，你有病，你逐日看病病医生内底讲我有病，我来找你无病，我来找其实咱无病，
无病是迄个症状，几乎会变种症状，然后无感情，较迄个状况，还是讲迄个病情，迄个拢袂死，迄个症状袂死。心理病3岁的假病，7岁的真病，真病袂医，真病袂医，真病假病。所以咱有迄个作初相希望的世界的一条，所以病人去病会有病对啦。啊，伊歹，你若要无病，你哪伊手术做出来，你啊，人会来问啊，你有才调无？人来问啊，你有病无？人来问讲啊，你有较好无？我们拢袂甲你问啊，好人袂甲你问遮，就是医生、护士较遐患者甲你问，啊，你无病嘛变有病，啊，你行出来无病，行出来好笑个啊，一样无，行出来好笑个啊，这个抽象，啊，伊咧做有钱，啊，毋是做抽象，啊，有钱哪，咱嘛是安尼，做抽象，啊，有钱，对，啊，遮个人啊，有抽象无？啊，有土地，啊，做着土地，啊，利益啊，毋是你的，啊，你有拿去去遐过？啊，你做着厝，啊，你有拿去去遐过？抽象，所以就抽象和西歪。啊，咱人讲哦，为啥物迄个是自闭症啊？伊自闭症来跑，伊嘛因自闭症，你莫去互你自闭症啊，迄个讲人家来迄读册，伊就做迄个个，咱作出步。我若逐日甲讲迄个人歹，啊，迄个人歹是抽象的。啊，你比什么对？比什么？三人讲要好，啊，你比什么还要好？抽象。所以咱若讲你越喜欢的物件咧接触，你越喜欢的物件，做抽象的物件看袂对吧？所以咱若意识不到，你若一想象物件，你也袂出来。我讲你袂意会。有病，若你讲我无病，有病，若我讲无病，所以我一个朋友成日去探讨。啊，伊老母吼，拢食高尾药，食糖尿病药，逐日食高尾药，逐日食糖尿病药，食去食，一日食过来种药啊。来到老先生讲，把伊的药啊，专门当特色哦。啊，老母讲，你拢无病啊？你逐日叫我，你拢无病，逐日叫我意思咧加食，我毋好咧，糖尿病无去啊，高药无去。所以，咱的病对啊，这是不同病对啦。咱有做到病无？我做起你，逐日去。啊！伊甲我阿曼，你想讲我，你甲我阿曼，我真正互你变较做，互你阿曼甲所以，你嘛想遮物件，是伊咧阿曼，你也是你读伊阿曼，你读伊，这个字呢，翻译在讲，咱人无别人咱直接咱是咱家己直接咱读，种无啊！啊，世间的命拢是安尼，哦，你做车迄个人，大家想做车个人，啊你想对啊，想武器，想刀炮，无人比你较方便个，啊，有叫无你个代志，你若无对代志所以今日看看时哦，做简单讲，一世人来讲，一些对咱的理想甲较清晰，把咱的内心世界这样物件放理想，咱的清晰，一直做啊，另外形象拢是样，咱人拢是相同。以形象的角度来看一个人，咱其实拢相同。你去迄个人是你心咧去迄形象伊形象无好，歹较会记。伊形象无贪嗔痴，伊较会贪了，较会贪婪，是你的心的直接产生出来物件。所以你甲我的形象上底的形象拢相同。所以今日有啥物来注意？就是站在形象这个高度来咧看每一个人安尼。伊甲我拗慢，伊甲我诽谤，伊迄是心的重要，毋是形象重要。形象无遮物件，但是咱今日就是心咧看伊世间的代志，是人生看世间的代志，世间的代志就足侪代志啊。啊，你若用人性的良心来咧看世间的代志，世间的代志，有代志是你的虚幻，你的抽象，接着你的虚幻抽象产生有，安尼大家啥呢？安尼大家有嘛？这个空气宿舍。看必须，人性是看必须。啊，你即个讲到对迄个实的物件，可必须看。啊，你简单就是讲啥？伊讲的人性不是，安尼世间老师。
放工嘛就是起来，8点嘛就是起来去到来，哦，然后比较较计划是新的作业，你就讲话爱跳出新这个问题，站在面前这个问题来看，安尼才能达到舒适、舒缓、转变，安尼嘛吼，比较完全啊，有感觉。所以讲，可能是讲安尼个简单个，啊，你咧起个人讲，你你起个人，你讲话你搞啥？我临时就临时性，我就是失望。你的高度就爬上来了，一拐过去，所以也中不足。这也是咱生命有价值，你就是爱站在中，那个立，立就是立身行道，修身就是本，边边啊是我，也在讲师道，迄个立，迄个立，什么？迄个点管爱，迄个点爱扫掉，迄个世间内底人讲，你唔其他爱挑战，爱个道，立就是讲话对道认识了解，然后咱甲咱产生定，因为定就爱有道，才会当产生定。定若无道，拢无法通产生定。一切伊个定拢是道造出来，伊个三分。所以对道若了解愈济，认识愈济，就能够立身，是迄个道互咱立身，然后行道把道个物件发扬出去，甲个行道把道个基因甲伊传播出去，安尼才个产生这个定。所以定就是讲我去探讨，我即个咱个探讨，咱个道心嘛，咱会来拜拜啊，爱摕起来嘛，就摕三个牙齿啦，摕回口啦，这个回口起来吼，做迄个回口的，我点到了吼，我爱来安尼，我爱一心摕三个做牙齿啊，摕回口来，我这好个，所以我就点到讲三宝，我就把迄个啥呢，中间三宝甲摕起来，速度足紧个，我想要摕起来。你会讲，你有讲，王经理啊，你才要摕迄三包过去啊？咱即个点到呢，即点就咧讲三宝，你敢摕三包过啊？你就卖讲。我然后甲伊即个，迄两盘灰甲放到迄个啥，放到迄个牙齿的边缘。我看，好看诶！即摆点到三宝讲了吼，伊为啥呢？为迄个这个为带领那个，我一直到咧两创节两创节伊大概两年我拢无个，伊心的两，我今日到底有代志，我讲你是啥物代志会过关啊？头无过，骹无过，伊就讲你头过，骹无过对啦吼。我讲是咱头无过，我就叫问落啊，我头过骹无过好啦，上面做比会当互你骹过对啦吼。即行以来，伊即讲我咧做信心，咧求不错诶，他会当，伊已经求过来，敢拢有感应，所以大概拢有代志拢会来，拢会来就对啦吼。拢会来，我会咧甲伊讲对啦吼。以前你话讲你做偌济仙啊，你去救济偌济人，安尼啊都，我讲吼，即个仙有上顶仙、甲中顶仙、甲下顶仙。你做即款诶仙，甲叫做下顶仙，下顶仙因为趁钱。中顶线趁现金啊，上顶线趁选手啦。伊讲我较常安尼讲，你上我即摆我讲你中顶线就讲你会当改写也会利益。中顶线是心法界，下顶线是心法界。即个是中顶线心法界，伊会当互人改写，互人即个利益会当改变到中顶线。上顶线伊叫人求道，当看伊生死。是解脱轮回的道路，迄是上顶线啊！你会当度人来求道，你家真正趁选少啦，无种趁钱啊！我比如安尼就咱我听着安尼吼，会听着对安尼吼。即个是讲咱来的时阵，咱咧讲故事。不错，我讲伊叫咱要过目的个，我过一甲空，我伊怎样？伊
你看花因为看到哇，这个王经理哦，足重视我足重视我这3粒这个牙齿甲你看花就对啦。这个我反映是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有啦，无用，有啦。这个绑的我反映是死的，首先不做人爱你绑，首先啊，不做我爱食过去啊，你甲电个好紧，你不能想我紧，到电啥讲过去，啥电个是安尼，是不是？所以立德庄敬足庄严，足诚恳。你要立德庄敬这项代志，咱一定要自立自强，自立自强。自立自强就讲你一定要这责任心、使命感，作为咱的后盾，然后咱这态度爱表明这就是主持的行为，去依赖，去依赖对啦，去依赖。所以今日讲个台湾人做实好，做好官的，今日必须去做好官的。咱得出期末，什么样的所以这点咱们这个就是咱今日就是讲追求理想，这个我会很重要的。咱们会在先接下来来唱一条追求理想，要的爱谢谢。